硕士嘛，我看他的心里面为的专长相当的多哈。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就坐好了哈？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课程哦，来大家坐齐。我们今天讲师来起飞哈，请倒一鞠躬，倒一鞠躬，好，讲师好，老师好，大家请坐下。那我们主持人还有各位伙伴，那今天来跟大家，我用国语讲都可以，用国语都可以，到时候还有台语讲习惯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志愿服务的法规。谈到法规，各位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各位目前法规的所谓是第一条讲100条。可能老师从第1条讲到第99条，到100条的时候问你说，老师讲了什么？全部我法规是这样子有听过在描述法律的一句话吗？就是法律是保护懂得法律的人所以其实呢，法律法规这个东西呢，是要刚刚打染那我觉得呢，我们的社会真的有救了。我在嘉南科大教书教了好几年我其实呢都早上很早，大概7点半到8点就会到校。我是晚睡，但是早起，然后呢就很早去学校。早上去学校这样走啊晃走过去我发现说现在呢，学生会主动跟老师点头的，好像是很少可能我长得不太像老师吗？我也不晓得总是你遇到比较年长的人在学校里面如果不是老师也是客人嘛，对不对？我觉得不用说老师长，但是点个头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所以呢，我在大学任教这几年，只要早上看到学生跟我点个头我就说早，就很爽，你知道吗？甚至我有时候走过去看到学生，就会主动呢跟这些学生点一点头。我感觉到说这个是一个礼貌他没想到这一种礼貌好像变成很特别。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最麻烦等会讲到志愿服务的法规嘛，对不对？其实老师觉得法规它是很重要它呢你要理解它，因为它是保护跟保障你懂得法规的人，它是我们的一个权利，所以各位一定要懂得法规。但是老师今天来讲的重点不是法规，讲什么呢？法规之前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伦理跟道德我们有一门课叫做志愿服务伦理嘛，各位也有听了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我先来谈一谈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大，人这么多那社会秩序现在是好不好呢？如果现在社会秩序是不好的话，我要维护社会秩序有2个工具，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所谓伦理道德，就是公德心。这2个层次哪一个比较大所以老师呢这门课呢，大概利用2个钟头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跟一个感觉法律大概会讲大概1个多小时左右，讲大家应该知道就好了我还是要比较一下，虽然老师你在讲法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说呢，谈法规之前应该先谈伦理跟道德再来谈法规。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来谈今天的议题。卢宇聪卢老师的葱很难洗的葱，这个葱有看过吗？有嘛它是跟聪明的聪是同音只不过呢它不是耳朵旁的葱，它是斜语旁的葱如果是留学高学的是习惯因为我们大票同事不是留学美国就是英国欧洲我都说我是留学高学，因为本身就是台南的人辛苦我在中山大学念了6年的博
是每天在高雄跑来跑去，也是很辛苦的他最后拿到社会学的那个博士硕士在我们本地在成大拿到的，我是主修政治经济。在日本的松下企业，有听说过松下企业吗？有它的电器用品叫做是都对牌阿萨尼克那是我们公司做的我在他们的一个社会政策研究所叫做 PhD 总监，在东京本部呢做过大概将近半年研究。回国之后呢，就来到我们嘉南科大，我现在是这公司的老师。同时在成大政治系呢也有开课。目前社会学委托我经营一个中心，叫做是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呢，是在我们市区里面社会局那边有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综合大楼的楼上。我们等等请到我们的社工员呢，来跟各位谈一谈你如何利用到我们这个智慧中心这是卢老师的基本介绍。接下来就开始来谈一谈志愿服务法这个东西在这边一共有8个单元，8章25条牵扯到这么多的东西。在谈法律之前呢，我们必先谈谈看各位法律重要还是伦理道德重要？因为大家回答都说伦理道德重要，其实法律有一点重要的我说这两个东西都是呢我们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一个叫做有实的法律还有一个叫做无实的伦理跟道德这两个东西呢都很重要，但是法律我觉得说它是我们人类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人再不遵守法律，我们这个社会就完蛋了。那人如果已经遵守法律了，慢慢提升，要来遵守伦理跟道德那请问如果呢违反法律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处罚？我们国家、我们政府、警察会处罚你，对不对？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伦理道德各位违反它会怎么样？会良心不安，感觉好像没什么用顶多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大家不要出去，要不然会被雷公打到，对不对？这样有很害怕吗？各位，我讲一个故事让大家理解一下各位，我们这边有老有少，有大有小，都有的我们的伙伴会骑摩托车嘛？会嘛有在骑嘛，对不对？请问你骑摩托车的时候有驾照这个东西吗？都有吗？没有驾照不能骑你有身份证可以骑吗？不能。那你不行那各位，你的驾照是用考的，还是拿2只火鸡去换的？真的用考的，没有人拿火鸡去换的有一天，你骑着你的摩托车，在我们的市区骑来骑去，骑到一半的时候呢，在路口的旁边有一根电线杆。电线杆上面呢连着3颗灯，一颗是红色，一颗是黄色，一颗是绿色。请问那是什么东西？红绿灯，大家都知道。我们市里面的红绿灯是真的有在用呢，还是参考用？是参考用的吗？是真的有在用。请问各位，你车子骑到路口，看到红灯刚亮起来，请问要怎么样？要停下来吗？真的吗？我是台南市的人我做台南市的市民超过40年以上根据我对台南市市民的研究，不是停下来，老师根本是怎么样？我把它取名叫做田看厅。为什么田看厅呢？摩托车骑到路口，红灯亮了，先停下来。看一看附近有没有警察大人，听一听有没有哦咦的警察车的声音，确定没有了，就骑过去了嘛，是这样子吗？都不是有一天按你呢红灯就这样子闯过去，结果警察大人就从路边跑出来，给你拦下来，过来闯红灯来请问闯红灯当场被警察抓到，要罚钱嘛，对不对？请问要罚多少钱？
1800反应好，1800反应好，想必这两位是有经验哦。要不然怎么反应这么快？哦，有谁会知道1800的？老师多少钱连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想过。想必这两位呢，如果不是有经验，那就是呢，在考驾照的时候是很认真给他的，1800没有错，真的是1800吗？不相信的有吗？我们老师说要有求知的精神，如果不太相信的，等等摩托车骑的，看到红灯，前面有警察的，就给他骑过去，你就知道是不是1800，好啊，大概到绿灯要怎样？绿灯通行嘛，对不对？请问你现在看到红绿灯，绿灯要过通行，红灯要停下，为什么？那是一个法律嘛，对不对？我们要遵守红绿灯的规定，那就是一种法律。如果你违反的话，我们的警察会把你拦停下，罚你钱，那个叫强制性的规定。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很困难，你呢骑到路口骑到路口还没有过那条白线，刚刚到路口。你到路口的时候呢，看到中间那一个灯是黄色的，黄灯开始亮了，请问一，赶快停下来；二，赶快呢油门去油电冲过去，还是正确的？停下来，二，油门吹油电，赶紧冲过来，还没到路口呢，还没到那条白线呢，停下来哦。有人要选择冲过去吗？所以我问大家，你的驾照是用考的，还是拿手机去换的？对不对？对不对？已经过路口，那就是赶快骑过去。如果还没到路口，就准备停下来哦。各位都知道了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所以如果你到路口看到黄灯闪动冲过去的话，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的会被警察罚钱各位，红绿灯代表法律，那有没有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有啊，对不对？应该大家居家附近都有。我家现在住永康，我们家附近呢就有路口没红绿灯。我记得4年前刚刚搬去永康住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要去学校上课，这样子开上去，到达那个没有路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这样开上去，这一边是一个小姐，开过来，我们2台车呢要在路口要对车了，那你看卢老师就知道，一表人才吗？很帅气吗？很有气质吗？很有礼貌吗？对，为什么会有学生是100分，有学生会被当掉？我们这一批学生都是会100分的学生，各位，那要会车的时候呢，我就停下来啦。我要让这个小姐先过。停下来之后，我就开始挥手，嘿，小姐，赶快请你过去。挥了2下，没想到这个小姐也停下来，也开始挥手。先生，请你赶快过去，好感动。我就谢谢小姐我呢油门加速往前进，没想到这个小姐也是油门加速往前进，嘣，好大声就撞到，幸亏是小小的器材，我就下来看一看，小姐我看你一直在挥手不是要让我先过吗？小姐说，先生，我看你一直在挥手让我先过结果2个人同时加速，我说那也还好，没怎么样小小的擦撞而已，谁对谁错我们也很难判断，要不然我们就合警当场止战，不要叫警察了，好不好？老子说好了，那就算了。所以我们2台车呢，就当场在就地就解散。好，解散完毕之后就算了，过了3个月，又在那一个路口，我又要去呢学校上课，又是这样子开上去，另外一边是一个先生开过来，我们2台车又要在路口会车我又停下来，又开始挥手。没想到这个先生也是停下来，也开始挥手。我想起了3个月前很惨痛的经验，我
我坚持不开，挥了第二次手，先生也是挥了第二次手，我又挥了第三次手，这位先生又挥了第三次手。你有听说过黑脸白脸在桥上互不相让的故事吗？这个是反过来互要相让的故事。结果都开不着想说，这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走呢？我受不了，我就把窗子摇下来，就跟先生讲，先生，我跟你讲啊，我早上不赶时间，我可不可以请你赶快过去啊？拜托拜托拜托啊！先生摸摸头，那个口罩苦笑，就这样来结果赶快往前开，他不知道我3个月前在那边种过一次。我们家附近那个路口我觉得很棒，我只要到那边一定停下来，不管是狗要过去，人要过去，车要过去的，一定是让大家先过。有时候我感觉我其实有一点急，但是我觉得停下来让大家过我觉得这样很棒。尤其我如果看到别人要让你过的话，我虽然有一点点焦虑，但是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说驾驶人如果都这么有礼貌的话，那真的是很棒。我们各位有没有在市区行走过？你在走斑马线的时候，有没有车子会让你？还是有车子迫不及待叭，你没有赶快走就要压死你？有吗？我不晓得有没有。有时候在市区的斑马线走得太慢而已，就被人家扒了，你知道吗？我其实很想转过头来跟妈生自己，真的不好，是道德不悦。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人行人穿越道不是我们在走的吗？为什么还有人会给我们叭，真的是很没有那种伦理道德的感觉呢？各位啊，所以讲到这边，我不禁想到一件事情假设说呢，我们所有的驾驶都很有公德心，很有伦理跟道德的话，都会礼让别人先过，我们需要红绿灯吗？想想有一些道理的有没有想到呢？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如果都没有会去杀人是对还是错？错嘛，对不对？明知错的还要去做，各位，我们社会上如果没有人会去杀人的话，法律刑法要定一个杀人罪吗？不用，逐渐有明白了吗？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人会偷东西的话，还需要设一个罪叫偷窃罪吗？不需要，各位，法律从哪里来，各位知道吗？我们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结果越管越乱。那谁来帮我们管？政府跟国家来帮我们管。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如果法律多如牛毛，吃条是这样吗？各位，它绝对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为什么这个地区、这个社会法律会多？就是公德心、道德感、伦理弱我们人没有办法管理自己嘛，没有办法统治自己嘛，所以才要有国家、有这个法律、有这个政府来设置这些法律来管我们。警察越来越多呢，各位觉得是好现象吗？社工员这是社工系，社工员越来越多是好现象吗？是好现象有一个法律最莫名其妙，我讲到这边我觉得为什么莫名其妙？这个叫做家庭暴力这种法律，各位知道吗？家庭暴力这个处理法那各位如果在家里面发生家庭暴力的话，都知道一个专线，这不是119吗？133113都知道各位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家庭里面的成员发生暴力行为爸爸打妈妈，妈妈打爸爸妈妈打囡仔，囡仔在打爸爸妈妈阿公在打阿嬷，阿嬷在打阿公阿公阿嬷在打孙孙在打阿公阿嬷，各位啊，家里面的人竟然这样打来打去，打到受伤，打到死都有，各位，这个家庭暴力莫名其妙，各位，难道我们先生娶到的太太是娶到仇人吗？
难道我们生出来的孩子是生出仇人吗？奇怪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是用拳头来解决吗？不是啊，要用爱，要用沟通嘛，对不对？没办法啦。我们台湾很多家庭已经没有那种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家庭观，没有办法用爱，没有办法用伦理道德来解决。所以呢，对待太太、对待先生、对待孩子、对待长辈，用什么对待？用拳头来对待。已经呢严重到一个不行，所以呢，我们的国家只好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还甚至要有113专线，有社工员呢来专门处理这件事情。各位，这是不好的现象。只有一个好，怎么好？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社工系任教，我都跟学生讲说，你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你千万不要祈求世界和平。为什么？当祈求世界和平，我们就没有社工的需求，你们毕业之后就没有工作做。所以不要祈求社会大乱，社会大乱我们才有工作做。警察也是这样啊，今天如果这个社会治安良好的话，警察大学就被关起来了呢，对不对？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有爱心、彼此相爱的话，社工室就被关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逻辑我希望呢，各位可以先懂。所以这个社会重要的是什么呢？伦理道德公平性是超级无比的重要，法律也是很重要，但是很不得已的很不得已之下呢，我们才由国家、由社会呢来做这个管制。所以呢，我们在谈所有的法律之前呢，我们很希望在座的各位伙伴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谈法律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伦理跟这个道德。志愿服务这个东西，难道也需要法律吗？各位啊，老师很不得已来跟大家谈志愿服务法。志愿服务法是民国90年那时候正式公告实施，在民国90年之前，有将近2年到3年，都一直在做立法的准备，包括说公平会、公正会收集资料跟研究。在制定志愿服务法之前呢，我们国内有两派论点，一个是支持要订定志愿服务法，一个是支持不要订定志愿服务法。我个人是支持不要订定，为什么？各位，志愿服务它是一个基于呢我们人类的一个什么爱心，基于人类的大爱而奉献自己的时间跟东西去呢帮助别人的一种行为，我们竟然是要呢定法律来做规定，这个呢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一派是赞成的，他说我们台湾的志愿服务发展从民国大概75、76正式开始，到民国快呢88、89要定法之前呢，志愿服务的行为乱七八糟，很多人呢借由志工的行为，以呢爱心之名从事呢非法之实，所以呢志愿服务是需要做管制。所以那时候两派呢一直很热烈的在讨论那当然是呢这两派有好有坏，也有各他的依据，最后还是定了志愿服务法。但是我先跟他报告一下因为很多我们在座的伙伴觉得很奇怪，老师为什么我们要当志工很棒啊，要来上这些课呢？请问各位伙伴，我们上这些课全部要上多少个小时？24个小时，有基础训加特殊训嘛？各位有的还没有上到，对不对？一共有12门课为什么要上这些课程呢？因为以前没有在上这些课程啊因为我觉得说志愿服务行为呢，它本身基于自己，我们就是做服务了，干嘛还要上课？那是因为我们90年订定志愿服务法之后，才强制规定我们所有要当志工的这一些伙伴呢，要先上课，然后再做服务那是法律规定。所以我要谈一谈我们对于志工这一种人的话我本身是赞成不用定法律的，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定了嘛，对不对？你觉得我们各位在当志工需要有法律来约束大家吗？先想一下我个人觉得说不太需要。
为什么不太需要呢？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马斯洛绝对不是马英九的弟弟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 Maslow， 所以我们把它翻成马斯洛。马斯洛呢，针对人类的需求跟行为呢，有做了一个研究。他说，我们人呢有分为呢高低层次，低层次的人跟高层次的人在心理需求上是不一样的。他说高层次的人是有钱的人吗？总统吗？大官员吗？不是那低层次的人，我先讲低层次的人。马斯洛说低层次的人就是叫做动物性的需求。动物性的需求，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老师，马斯洛的动物性的需求是什么呢？那是人最低的层次你肚子饿了要吃饭口渴了要喝水现在呢，下午4、5点钟，大家听课听多久了？一整天了，对不对？现在你觉得累了，就想打瞌睡吗？有吗？有吗？怎么忽然每个人的眼睛都大了起来呢？那个叫做动物性的需求最高需求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的最高层次。他说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很不容易我们人只要有自我实现的话，就是所谓的最高层次的需求。这最棒的。他说，我们人吃饱之后，还有剩下东西，我分给需要的人来吃。我喝完解渴之后，我把我的水分给其他人吃。我的钱足够就好，我把我的钱分给别人用。我的时间已经自己的事情做完了，我分享给别人当一个志工。马斯洛说，这个就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所以各位，志工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行为？是你有多余的时间分享给别人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最高层次，各位是最高层次。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听课今天是礼拜几礼拜日呢。今天如果你没有来听课的话，现在应该在做什么事情？看电视、休息、睡觉、打电动，全家去游玩，享受家庭的温馨。还有吗？笨蛋为什么你这边听课呢？有人说当志工是最愚蠢、最愚人的，真的吗？各位有听说过别人这样子讲的吗？如果别人这样子跟你讲的话，你要跟他回答我们是把我们的时间分享给别人我们是善尽什么一份社会责任。各位，我今天把多余的东西分给别人把我多余的时间分给别人，绝对不是愚蠢我们已经从自爱自私变成是大爱这个东西这个就是马斯洛所讲的最高层次的需求。这也就是我们人类需要善尽一份社会责任。所以各位要理解一下我当志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我来服务别人我把我的东西给别人而已。你认真想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公德心、社会责任的一个思考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不要想说我只有在做服务。我们看到很多环保志工，都在外面扫地我们遇到很多环保志工，问他说阿伯扫地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吗？阿伯没有就扫一扫，他觉得社区干净这样子就好了。阿伯没有想到说他做的不只有把地才干净，他做的是善尽什么一种环境的一个道德环境的伦理所以我们在当志工的背后是有这些伦理存在的各位，有些责任存在的各位。所以我们今天说无偿性的来做服务那些志工的话，基本上针对我们各位这一种志工，你愿意把东西给人家分享的，我还要帮大家定法令、定规矩，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我们各位在做服务的时候，像我们这边是一个团队你有做过志工吗？有吗？那我们各位的志工队有100条规定吗？没有。
要满多少的规定？各位，我看过很多志工队，其中一条规定是什么呢？执勤时务必准时。各位，如果你来做服务，都会准时吗？各位，都会准时吗？你都会准时吗？你都会准时吗？这一话，那准时是我们的伦理道理呢。我们本来就要准时的，我们还要志工队定一个务必要准时，那你切尔西你刚才啊，你知道吗？哦，所以你看，我们的志工队如果规矩越多的，代表什么？代表大家是越没有在遵守伦理道理。我的志工队不得已，只好定要遵守规定啊，要准时啊，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啊？我看刚刚那两个小朋友来帮老师观察来，还送这个毛巾来这么客气的小朋友拿这个，还跟我老师点个头，请问这是规定吗？请问是规定吗？还是这本来是尊师重道的一件事情？这是天气点个头，这不应该规定你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子？各位，这有讲出重点吗？所以我们志愿服务假设说大家是可以遵守基本伦理跟道德的话，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法律来做所以我讲的第一段呢，要先跟大家理清楚法律这件事情呢，也必须建立在伦理跟道德之下，这样才会有道德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谈一谈好，那现在你有了公德心，有了伦理跟道德之外，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部法律。这一部法律呢，其实有一些东西呢是跟大家有关系的，但是你或许不太清楚，不太知道而且它是一些行政的规定。比如说好了，你知道什么叫做志工，什么叫做义工吗？有听说过义工吗？义工有听说过志工吗？各位现在受训是志工训练志工跟义工都有听说过，请问志工跟义工有什么不一样？各位，志工跟义工，老师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义工是我们台湾很早这一种服务行为开始有的时候，就是开始叫做义工一直到民国90年，我们志愿服务法颁定之后，正式定为志工，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叫做义工，为什么呢？你如果现在有依法依志愿服务法90年这部法律，有依法呢来组织训练领测的，这个叫做是志工所以呢，我们协会这边有没有就帮大家组织嘛？现在还来训练嘛？以后有机会请大家去做服务，对不对？这个是志愿服务法规定的那依这个规定所成立的这个团体呢，服务各个服务者叫做是志工，没有依这个法令的呢，它就不是叫志工，它通常叫做是义工所以呢，义工跟志工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没有依照志愿服务法的规定，各位但是呢，有依照志愿服务法的规定，所以大家以后正大光明就说是志工，而且你会拿到一个我们政府呢颁定的什么志愿服务手册，就是这一本这一本现在呢，大部分的同学伙伴现在都没有这一本，对不对？你有了好，那再听，那是什么举的？社会举的有的你就多听一次，没有的呢，你就要更认真听，好不好这一本就是呢，你有上完志愿服务的基础训加特殊训练之后，你有上完这2个就可以领到这一本。请问这位小姐姐上过课了吗？有嘛，对不对？那也是重复上的没关系，不同老师讲就不一样多听也好所以你有上过这些课2阶段的训练之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一本手册这一本手册代表什么呢？你如果听说过你在当志工请问你是有牌的志工还是没牌的志工？有牌无牌的，就是这本你若是有这本的时阵，你就是有牌的志工老师没关系我不在乎名分，我只要服务就好了，拜托这样就好不要在乎名分，要不然干嘛夫妻结婚还要登记呢？对不对？所
定要知道要受到政府的保障。你也有了，对，就是这一本啊，借我看一下。这位志工伙伴呢，有这一本每天有到这一本呢，这个志工我们就说你很棒，你是人有牌的志工，跟我们骑摩托车一样，你要驾照对不对？跟安全的骑摩托车。你有这一本的，你可以大方安全的当志工；没有这一本的，你去当志工，我们会很担心。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基本上应该知道的，你都不知道，你竟然去做服务了，这个我们会很担心。为什么我们免牌的志工，我们为什么会很担心？我们在服务别人通常会怎么样？用自己的经验去服务他们，请问这是对的吗？不对。为什么用自己的经验服务他们是不对的呢？你看到一个老先生如果感冒的话，请问你应该怎么协助他？你是拿感冒药给他吃，因为我吃某某款感冒药很有效，所以我拿给他吃，还是协助建议他去就医？没错啊，有人会拿感冒药给这个老先生吃的吗？有这曾经有过所以呢，如果有夫妻两个人不得不不愉快要打架，你是劝离还是劝止？还是你讲完话之后，本来很不高兴，结果更不高兴，最后离婚？那怎么办？我们自己的经验不一定正确呢。但是有的人很沮丧，他说他去跳楼自杀。没有，我跟他讲，因为我人生经验很丰富，讲完之后他立刻跳下去，那有可能吗？你又没有智商辅导的技巧所以我说每一台的志工我们很担心，因为呢有很多志工的基础服务概念不知道，你就贸然去做服务，这会害了别人所以呢，我们各位呢做一个有牌照骨牌的志工，那是有道理的，因为要先受训练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志工所以呢，各位坐在这边为未来听很多课，这些课上完之后就可以拿到手册，这些课就是作为一个志工所应该具备的基础所以这并不是不好，而是我觉得相当正确相当正确。毕竟呢，要服务别人不是随随便便他如果是有一个课程有一个训练，让大家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呢有一个仪式的话，听说等你上完课之后会受证，对不对？那个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所以绝对不是信心太差就可以当一个志工。所以各位，这一本手册呢，就是依照志愿服务规定。所以各位呢，要坐在这边上课，上完课之后呢，才有资格可以拿到这个手册，作为一个志工是这样子。还有一些人叫做义工的你有听说过有一种在消防队服务的，叫做什么？义消。有人要问一个问题吗？老师，他为什么不叫滞销？滞销就是卖不出去，太难听对不对？志工嘛哪个字的是这样的，滞销吗？有一次他们消防队又说，我们也要叫滞销嘛，应该叫滞销，应该写的是滞销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各位，志愿服务法有一条法律在这边。志愿服务法第10条规定我们的志工队呢，要给志工有什么安全卫生环境。我今天在消防队服务消防队的弟兄的任务就会知道警报响了，我现在是义消坐着车冲到火场去。各位义消伙伴，因为我们要依法规定，要保护大家安全，所以所有义消伙伴退后5公尺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身为一个义消伙伴，有办法依照志愿服务法第10条规定，遵守这一种安全守则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志工。所以呢，义消他就没有办法领到这本手册那是不一样的。领到这本手册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老师可能会继续讲。所以呢，我们的义消没有办法领到这本手册，他不能依照志愿服务法呢享有他的一些权利跟义务。各位，还有一种人是呢，在上下班尖峰时段站在马路正中央，哔哔哔在干什么呢？指挥交通，那叫什么？
一己一交嘛，对不对？它同样也不是叫自己自交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各位，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是一个相当安全的工作吗？不是呢，像下班时候然后突然动这种机要跑这样，那是很高度危险性的工作，各位。而且有一次呢，我去呢这一个义交总队大队开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我就建议呢，报告大队长，我觉得呢，我们的义交伙伴好辛苦哦，上下班接通时段呢，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空气很好吗？很糟糕。我建议所有的义交伙伴全部对要戴口罩，有道理吗？好贴心哦，大家有说为什么？大队长就跟我讲了，老师啊，请问我们的义交伙伴是全部戴口罩，他们如何我请问他怎么办？他正好戴上口罩，看到吗？怎么样？如何呢？我就又马上举手大队长，我教你啦，剪刀拿出来中间挖个洞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好，后来义交伙伴说戴着口罩要执勤，有注意力减退的感觉，比较没有办法精神集中，所以实务上不太适应。各位，义交那不叫做自交它不是志愿服务法第10条维持安全的规定，有没有？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大略知道了刚讲了什么？讲了志愿服务的手册讲了什么叫做呢义工，什么叫做志工，这两个有区别接下来还有我们各位现在上完这个课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手册的功能是什么？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是呢志愿服务的荣誉卡还有一个叫做志工保险，这几个东西呢，我们等要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讲为什么要休息？因为我看到在座的大家呢，有的可能口风比较没有，要去上一下洗手间那老师也是需要休息一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休息10分钟。再来进行下一个段落，这样好不好？好，休息10分钟，谢谢。我们先谢谢我们主任写上1封，写上1封，我们休息10分钟，好，那同学这边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个就是同学。